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21日。撒母耳記上卷2章9節安尼講：伊保守伊忠信子民的腳步，予歹人佇黑暗中消失。人袂當靠家己的氣力較贏。三甲來祈禱，保守你忠信子民腳步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創造宇宙萬物、掌管天地萬物、看顧世間眾人的全知、全智、全能的上帝。主啊，你的智慧超過阮通理解，你的道路懸過阮的道路，你的疼痛長闊懸深。主啊，你的旨意阮歡喜尊嘆，你的道路阮一生跟隨。主啊，願求你賜阮智慧的心，來明白你的教示。願你的旨意成就佇阮的中間。主啊，求你佇阮頭前引帶阮，保守阮行佇你所歡喜的路，因為你要保守忠信子民的腳步，予歹人佇黑暗中消失。阮袂當靠家己的氣力較贏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